響 Facebook 淨係彈出呢啲咁嘅 Facebook 啊，咩痛症專家啊，可以幫你醫痛症啊。如果講痛症專家，我啊最有痛症，我認第一冇人認第二啊！呢班咁中意扮痛症專家啊，佢哋得啊！香港嗰啲全部醫院啊，嗰啲骨科醫生啊，嗰啲痛症嘅就係揾佢哋啊，唔係揾嗰啲理工學院啊、中大出嚟嗰啲物理治療師搞啊。佢哋啲呃神騙鬼嘅痛症，基本上都係唔得多過得啊！如果你夠膽俾中醫北嘅仲衰，我啲佢扮晒專家，其實都係亂咁度下就當你戳一戳，你西醫邊度會戳你條頸啊？全世界啊，醫生啊喺醫痛症嘅方面都係揾物理治療師嘅。如果物理治療師都唔得啊，咁啊冇嘢得啊！其實防止痛症唔使揾嗰啲所謂呃神騙鬼嘅痛症專家，平時游多啲水，拉下橡筋繩。如果可以就玩下健身，同埋睇物理治療師就乜鬼痛症都冇啊！你游下水，玩下健身去訓練肌肉心肺。你血壓高啊、糖尿啊、腎病都冇啊！游下水。朋友做多啲運動，身體健康先有發達嘅機會。喺死嗰一刻，